那尊神呢，也就是讲尊神就是讲执义相照。你甲看，咱的心呢，咱若无叮当，但是咱是清澈。伫你看到的时阵，你敢知迄啥物物件？你看到的时阵，你敢会去甲伊，去甲伊认定讲这就是车，这就是啥物，这就是啥物？伫你看到、听到的当下，你就会当去甲伊应对。但是应对的当中，你不去一念，那安尼你到了着这个清净不为所动的话，那安尼你就是有照。你智慧之光的，智慧之理，妙智慧义律实律，拢会当应对自如。来的时阵，你甲伊应对；无的时阵呢，你归倒当来了着你的清净。那安尼守住了着你的自性，如如不动。所以心地寂静的无破，无破。这个无破的当中呢，也是讲一湖的清水。你甲等金仔甲会饲鲢鱼，等金仔角啊，甲会饲鲢鱼，等石头甲会饲鲢鱼。嘛，就是甲咱讲啦，等金仔角的时候，那就仙啦。你心若说讲，我做遮善，我攻击无量，心哪有饲鲢鱼？你今仔日若烦恼，敢有饲鲢鱼？有啦其实伫这个所在嘛，就是叫咱爱无烦无恼啦。敢有可能？敢若嘛无可能啦所以讲咧，咱照着修行的当中，咱不断照着真理。启发了着智慧，互咱会当来安住了着你的心。修道敢会艰苦？修道爱艰苦咧，艰苦无刻出来哪会叫卡尼咧？着你也着叫物件绑架咧，互人事物甲你绑架，甲你牵着鼻子走咧。他按这生命来主人，我可以要，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讲，我也可以不讲，我可以想，我也可以不想，敢袂使？迄有当时代志无发生，你就想来先想来藏来敢有？代志过了我加烦恼的啦。这个袂你，这个无你，但是我就已经甲想一堆甲想一堆伫心内伫咧烦恼啊。结果代志过了后的时阵，我才遮戆啦。袂真袂就想来咧藏伫遐咧烦恼啦。咱若有烦恼，敢会痛苦？食袂落尔啦。困袂去尔，无啥物痛苦啦。心的不自在，你有烦恼，你就会有痛苦。所以讲咧，咱的遵循极而常照，来讲面对了外在的一切，会在心间生烦恼嘛。面对一切，啥物叫做无常甲无奈？因为我爱袂着嘛，我无爱敢杀会去，我讲讲。拢会当过着逐天太平的日子，敢会当？袂当，定是要发生，敢知？毋知。咱敢爱先烦恼起来去？我毋知安怎骂呢？我毋知安怎骂呢？我毋知安怎骂呢？若安尼你拄啊好，人生都是在负能量的内底，你哪会当平静呢？你哪会当无痛苦、无烦恼呢？所以讲呢，面对外在的一切，咱真拢已经知影，我们没办法掌握。你也免想讲伊袂发生，你也免甲想讲伊会发生，你就是面对。来的时阵面对的当下，你爱静嘛，咱会使有讲静的当中，咱慧光才会流露嘛。你伫静的来思来积业，思去积无。那么呢，接受它，处理它，然后呢，放下它，面对它，然后处理它，然后放下它。你若单会晓安尼处理，你就没有烦恼。所以讲呢，伫世间头有可能无烦恼，是当着你要甲烦恼，甲毋甲烦恼。你敢有法度人免烦恼，甲有烦恼，敢有法度？会有哪有啦？无嘛，会当减较少啦。所以咱道理听遮久了
了后呢，有一个烦恼，大烦恼拢变较中烦恼，中烦恼叫好变小烦恼。话咧根本当着无咧参与，甲处理念落去，拢袂伫我的心中来生出了就点点点。这就是咱修道的重点。啊，无今仔日修道，要修啥？修心嘛。啊，修心就爱要安怎，互伊无套路嘛。敢是安尼？哦，那么你来当处理这个当中吉而常照，也就是叫做有义的涅槃。哦，目睭开去了后，成就无义的涅槃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遵循。而且呢，阴正清净，应甲咱讲，人应常清净，天地悉改运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修法了，静中有观，观中有教。而且呢，就甲咱讲啊，静中有观，清清楚楚。你若静的时阵，是毋是清清楚楚、一目了然？咁样呢？等下再讲的，你如果是方寸已乱的时候，会真发生啥物代志，拢唔知呢？方寸已乱的时阵，你拢唔知民国几年呢？咁是安尼。啊，你若自个伫静的内底，要受到外在一切好教歹来干扰了着你的心，那安尼你只有常照，你所去看的清清楚楚、是是非非、曲曲直直，你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伫观中内底有教，你要如何的应对？你心自然会流露，你智慧就起用啊。智慧起用了后呢，只有常照。对外在的一切呢，你袂因为安尼去甲应对，好代志歹代志，你若无甲应对，敢有？你人若要治互你，你无甲客敢有？有啦，人若要治互咱，爱甲客啦。爱安尼若讲治要互咱，咱毋甲客安尼也就是讲，你遇到的一切善跟恶，咱就家己去修。不足的，就是咱爱去甲改变。若唔是的，我们就不要再用那个心在里面。迄种的免用心嘛，修道爱用心，但是这种的处事当中的，咱就免用心。能够带过就带过啦。除了生死自信性格重要依自我，无做讲细个的生死时代嘛。敢是安尼，真正咧时代咧性格咧，你会当转去还是轮回走，真系无时代。咱今仔日修行就是要止住轮回，会当回归倒转到伊的本位嘛。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咱袂当去随俗，所以外在的一切，除了生死依自我咧，会当过就好啊。卖比较，卖计较，可以过去就好。你可以，你的心会当快乐就好啊。那快乐是你加赚的，敢是痛苦是你加烦恼的。因为你若欠人钱烦恼，人嘛是爱讨人，对不对？安尼你就卖烦恼嘛，较认真来赚嘛。有一个正业，有一个副业，你得业业赚较侪钱的经营就无就好啊。你伫遐烦恼根本无作用。遵循的实践方法，日常修中不妄动，而且呢遵循，也就是讲外在的一切，不为所动。若无呢，有当时人讲讲安那呢，有一句话咧讲我着干那互遮代志本甲同我无头绪啊，互事本甲无头绪，互遮人本甲无头绪，互物件本甲无头绪去啦。为虾米奈互即个人事本甲无头绪？因为你甲应对啊，敢是安尼？你甲伊应对，有就无，无就是有，有时就有非，有就是有无。所以讲你若甲伊应对，就是伊无变。你若无甲有事，你无甲应对，敢有？无啦。你心就不起依恋，你当下你就如如不动。所以后壁即句讲，不必竞选，境由心选，即个就是咱要学的。无你面对世间遮尔济，免啊，敢烦恼会了？真正咧烦
拢无代志。有代志是你家己细心的，迄个人好来歹，唔好，歹唔好，因为你心细就讲即个人唔好。你若莫甲细心，即个人好来歹，无好无歹啦吼。安尼咧就袂心中有感。来修行三步咧，安心，心情安定，平和，咱的心神爱安定。就是他都不断的讲外在的一切，你遇到的逆境，你会当平和，你会当平和去家己视为，无啥物代志，所以讲咧，咱爱用平和清明，自然咧，你就不恐怖，不烦恼，因为有烦恼，就是有点，你才会烦恼，无烦恼咧，就无痛苦。来修中心念归一，心念归一的当中咧，嘛就是讲无偏向的情绪。有当时咱人的情绪，为什么有情绪？因为我无介意，甲有介意。咱的情绪有当时也会失控的。咱咧修行就是要学控制这个情绪啦，无奈有人无情绪，人有七情六欲嘛，敢是安尼？伫这个世间面对遮尔济，若讲伫这情绪咧，户外情绪都较歹控制，着你轻轻飘一线，路中就出现啊，迄就飘出来，就到成修行人，会好像两个修行人啊啦吼。若拢无当着好，迄修行外标准的，拢袂生气，也袂迄落无毛病。你若当着的时阵，我互你尾怎生出来？这就是互法爱起来道理的所在。不断要借着道理安怎来安顿家己。所以讲咧，不为情绪，唔通偏向伫这情绪用事。有当时你若会当讲无用的，我们会照讲样，无一定讲我有情绪，我一定要发情绪啊。我有喜怒哀乐，我不一定要发这喜怒哀乐啊。就是讲不要被外境带走，或者是讲欲望牵动，咱爱心安住了解这个本性，这心念归一，常照皆有常照，邪而不迷，觉而不别啦。觉而不别就是讲咱爱不断的觉察。人讲东观者清，东局者迷啦。我也无感觉我安怎，但是边仔人看讲你都有足济安怎的。所以讲咧，这伫啥物所在咧？这有当时啊是特贵别人甲咱讲，特贵讲师咧讲的时阵，咱当去甲伊对照，甲迄刚才个讲师你安尼讲，你哪想来讲我咧？讲师毋捌你啦，伊袂讲你啦，伊嘛毋知影你洗手物件会变，对不对？伊嘛毋知影你的心嘛。只是讲伫世间来讲起咧，世间人就会有遮点的不足。咱若如果讲师甲咱提醒了后，觉察了后，咱来反观自照倒转来。目前人迄工咧，自己甲咱讲的。咱若听到哪话，毋是别人毋对，是家己毋对。咱爱觉照家己有爱无，咱毋通讲别人有爱无，别人是因兜的代志，咱是咱兜的代志。你家己的性命拢毋顾，拢要顾别人呢？敢是安尼？家己倒咧袂清袂楚啊！你去管别人有爱无？不过是同修啦当然互相体恤啦。那尊者有甲叫人边仔慧眼相欠啦，柔和相欠。你毋通安尼你甲看卖啊！你甲看卖啊！你安尼修道修遮久啊，搁安怎？即个人无倒可能爱倒啊！因为安怎讲？你伫遐甲闹去啊！因为咱人咧总是拢较少民主，但是毋是袂使讲可以，你阿前同事朋友谈到我听你有话安尼讲敢若无啥哈啦，安尼伊敢知影？伊就知影，后摆伊会做。所以讲咧，大家相处的当中，互相体恤，互相鼓励，用柔和的语言，大家会使讲，毋是毋对的袂使讲，会使讲，只是看你安怎去交伊讲。所以讲咧，咱爱不断的觉察、清澈自信，因为后壁车
爱无看，毋通三日会你一群拢想着我，想着我的好处，想着我的利益，想着我的权利，想着我的啥物。既然伊无甲家己放伫头前，伊会考虑了着代替，会考虑了着代替，会去考虑了着即个别人。所以讲诶，你若无记了后，无有了着，无记了后来信任无功，信任无功，毋是毋通去做功德呢？伊讲哦，这信任无功，啊，你就免做功德啊？毋是，这个无功是你做不足着呢。敢是安尼，咱爱达到三轮体空，安尼讲内底就无嘛吼，这叫做无为而为。若安尼会功，那是真正会功咧，敢是安尼？你若如果讲哦，你看卖，我安尼凊彩多10个啦，你甲看好，看安尼我有够无啦？安尼敢有讲？人前8只，哇，某某人你实在有够够啦！你安尼，凊免度迄一群10个吼，无当度啦，功德无量。欢喜甲，你当下你就接受到人家给你的福报，你多的迄就拢有去啊！你若点点做无形的即个阴德，迄就是拢伊的。若别人甲咱讲的迄就无算啦吼。若毋是我们咱唔免啦。其实你度偌济人，做偌济代志，咱敢无清楚？人话嘛无爱互讲咧，无爱互安尼讲啦，就。修行的当中呢，咱爱学这圣人无名，圣人无毋是为着名咧做，毋是为着娱乐，或为着赞叹，或为着拍手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不要这样，所以讲呢，伊达到意境的时阵呢，就已经达到这是我的本分，自将兄弟姊妹的代志，甲当作是咱的代志，嘛就是讲你生的囡仔，你敢有甲讲下因爸对你功德足大呢？因为我甲你饲遮大，敢会安尼？袂啦你会讲我做老爸责任嘛，敢是安尼？敢会讲功德甲无功德？不会啦咱若阵会当面对兄弟姊妹，若如果讲有足够大啦，足够足够带动了着即个道路，人有甲咱学乐，无甲咱学乐。将来，拢毋捌甲我学了就对啦。做到心灰意冷啦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毋对啦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达到无为而为何为有为？将定中生智，非觉性之光，智慧。咱今仔日会当体悟着人生的真谛，会当体悟人生的真假实虚。敢是对你的智慧来，毋是对你的知识来，是对你的智慧来。知识来讲，就是你无生的觉悟，智慧是互咱会当提升着咱心性的妙智慧所以讲呢，对于了解这个慧，免哪来？要多听多闻多看多学习敢是安尼？为虾米？无啦，我拢家看，我有咧研究呢。我伫春雨有时间，我拢家咧研究呢。当然安尼是真好啦。你若会当出来，听较济人来讲的道理，来的角度，伊的敏捷性，敢会较好？知书要不要两字？广义接住逐个人的智慧，你甲看卖啊？我捌的就是安尼尔。你若集书讲义的时阵，听着10个人讲书讲话，人但是咧讲道理。咱这要算啥？若无比较的时阵，咱拢感觉讲敢若足够呢。若听咧到地的时阵爱出来发。所以讲咧，有时间我们就多参班，除了家己研究以之外，多参班，因为这交咱修行足有关系。因安怎讲？觉性之光。咱修道就是要互伊会当。咱会当来觉察了着咱有一个自己的佛性，所以爱拥慧，爱拥慧，爱达到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外在的一切你都不能生心，伫迄内底敢有？内底就无嘛因为你应
安住所有一切的狂风暴雨、顺利、好坏、善恶与安全。啊，那安尼有清净无？安尼你的自信敢有清净？有啊，菩提自信本自清净。你无清净是你爱对你的慧命负责嘞。所以讲咱咧修道咧，毋是要修愈来愈高，愈来愈发顺，愈来愈点点点，不是这样。咱一定要相由其心。用慧咧，毋是学问之地，是要明德付出啦。慧咧是由正德心，慧由正德，正的当中内底咧，当法度通生出了着这个理。因为正的当中就是代表你心不乱，你所住中道，所住的中道自然如言一言，在外在的一切境，你都有智慧去给它应对，你就会行于中庸之道。你袂去互伊牵，我该安怎处理，我就安怎处理。所以修慧的要诀就是爱清、净、定、明。伫清的当中内底，清的内底，清的头前阁有一个工具。咱一杯水，这杯水的时阵，你给它摇动，伊内底就浑浊嘛，敢是？浑浊的时阵，你若攞甲菜咧，敢会随伊坐清？爱等到了这杯水无有这个波浪的时阵，停止波浪的时阵。伊当慢慢会坐清，会坐清就分出上清下浊嘛。那安尼咧，你的慧自然就会点现。这个慧，咱本来就有本来付足了着这个这个智慧德相，是因为有妄想执着去甲咱蒙蔽，怎啊失去的咧？失去的咧。咱真就是甲这乌云撇开去了后，我的自然佛光家己流露出来咧。所以咱爱弃义本无，后壁迄句恢复本有啦。弃义本无就是来到遮，咱的习性跟秉性出来。本来有的是咱记住伫倚天俱来的时阵就有产出得的，但是来到遮咧。上袂开，放袂下，甲咱的常识拢摕去转念都咧甲转去啦。咱真就是要甲讨转来，甲修转来。毋使讲你的上德如果迄个分数拍线数食愈济，你的佛性就愈高。那安尼你的佛的位呢？你就愈会当定位。讲到定位来讲起，咱而家咧找定位呢？政府组长伫遐，伊车敢爱定位？敢爱定位？袂定位车咧驶着安尼，袂好势。咱今仔日咧，还袂会当成就转来，就是爱找着定位。我甲咱讲，坐伫遮就是要找着定位。你若这条椅仔坐袂煞，你就可以成佛。定位的当中，就是讲咱来坐。伫这个定位当中，敢有讲一坐我就定位到啊？你安尼超咧咧，卡东卡西咧，就是讲咱伫咧修持的当中有不足的，慢慢卡，就是慢慢修，修。到迄个定位，安尼哪会当定位呢？咱真就是咧做定位，定什么位？定佛的位，定你本来佛的位。这爱定位，这定位爱较食。爱较食参悟的，谁修讲万法，心中中爱的，爱清净定明，迄阵咧就流露了着咱的智慧。修慧的障碍甲突破，障碍咧就是因为咱有妄念，咱的妄念，妄念来讲起来，有当时啊嘛
咱会当恢复了着分。所以咱伫兄弟姊妹当中呢，咱一定爱人好啦。我们要结善缘，我们不要再结恶缘啦，刚好。哦，会当讲话讲较济，袂当讲话咱讲较少的，你毋免讲迄种吼分别心，即个是好人甲歹人，你拢一视同仁。所以讲呢，咱无分别心吼，所以呢，用于万物即动来，归之因在定，归之法在定。所以讲呢，因为即个因为因起，因为因起，因为中因定，定中因为啦。这它是相辅相成的。那当然呢，开之法，你要会当开出了个智慧之法，在于你行啦。若无行，你就含苞待放嘛，对不对？伫行的当中，伫你家己的妙智慧，你有这个妙智慧，修行才因好，求道才因好，学因材才因好，结果你拢无爱鼓励道切。你智慧该会开，你家己的智慧你好，拢家己用赢咧。你会感觉才好，你爱甲即个物件来，甲即个福音会当传播兄弟姊妹，互伊交咱拢会当做伙来修行学道。安尼伊的智慧之花唔但会开花，若无的时阵呢，你着以后变成自了汉，为了着家己安尼利益。所以讲呢，伫即个当中，咱就是爱培养关照力，培养关照力。见一切相，疑不出疑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会到遐拢假，它是因缘而生，它是因缘而灭。有一天因缘尽的时阵，就会离开我们的视线，离开我们的身边，搁咱这个身躯嘛会无去。所以外在一切呢，咱很多讲的爱惜，爱惜的，咱敢爱有像人大？毋是讲修道爱无常，无常就毋免大事，毋是安尼啦因为咱生到死爱有行的，来做咱生到死的助缘啦，助缘啦，伫这个当中，咱用力死而不见，天理不分，用而不执，毋通执啦，一定爱用好的、食好的、穿好的，则不用执着那一个，有就好啦，会当应用帮忙咱，互咱较方便的安尼就好。其他搁过你会当免，咱就唔爱用。先佛甲咱讲，有人用就好。无你的一世人拢投注伫现象界的一切，你带得走吗？带不走，如果你拢投注伫有形上呢，迄个无形的资产你拢无主张呢，你后盖亲像风火火，伊离开世间了后，有一届呢，一个花火呢，咱志工老师带伊来结缘，带伊来结缘呢，伫迄个时阵伊当后悔，老师讲过一句话，道理。你若等甲应用中的时阵，你当后悔，敢会？你定离开了后，敢会当转倒转来？所以讲呢，这个风火火呢，离开了后呢，甲伊查起来呢，伊拄好，公积银行200块，我求到的200，因为剩的过来伊拢要趁大钱。讲听讲存几亿、过几亿啦，一来一去啦，结果呢，对伊的自信没有办法，而且伊当非常的后悔，但是后悔伤慢。为什么老师会带伊来结缘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有名，伊是歌星啊。毋过伊是来斗场来斗场甲咱见证的。伊爱咱互咱爱知影啥？有形象的东西只是短暂借我们用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讲得无的话，你甲看卖啊，伊非常的后悔，但是已经收办。所以讲呢，伊来邀请着一个点文师，爱去度后生，因为因后生敢好去加拿大。咱的点文师甲交代，你爱甲恁后生托白讲，爱甲交代
车头毋捌分气，要甲多伊毋捌管哦。所以讲呢，借着这个因缘的当中呢，个诸佛菩萨呢，以示现互咱看，外在的影响真的都是这样的所以用会各切的生活方式，各切的生活方式，能够死得好，你要死得好，就要活得好，敢是安尼？敢是？无免咱死得好，你敢知以后你要死到哪里去？你有求得后摆，你知你死你对去但是爱心，敢是安尼？我们是先得后修嘛。所以讲伫生活，伫这个生活当中，生到死的当中，它有一个转捩点，它有一个转捩点。为你甲看卖的，是最近这个台北捷运空港，到有一个是爱一个多解设施啦，迄是大埔嘛。你甲看卖，一个伫遐有天花咧，因为伊为着顾大家人的安全咧，互迄个算是佫减少咧。你甲看白白死，一个互开喙烂，对无？一个人互人甲哀叫，甲散花无讲。咱伫即个所在呢，咱的人生，伫咱百岁以后生到死，死的时阵，肉体进棺材，但是灵性上天堂，这是因为你有修行，敢是安尼？真正呢诸佛菩萨是示现互咱看吗？你去怀疑吗？迄是拢你咧讲的，有修道会当成佛。诸佛菩萨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讲已经有示现啦。咱呢，所以讲呢，伫咱的有生之年，身体去健康时间，会当出世的时阵，真的要众生千百。咱会当建立功德，咱讲做定来应依顺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会当去甲伊附入，了化有实的含义。念呢，就是修炼，修炼死法。爱修行，未修到的一境，有了就足济，逐项我嘛背啦，迄也背，迄也背，安尼搬到规厝境，安尼搬到规个心拢安尼直通通。但是，迄是虚华的啊，迄是昙花一现，迄是借咱用的啊。咱先爱修炼，所以讲呢，咱来到道中，请即书。白上衣蓝色的裙子跟长裤，婚丧喜庆都有这书，安尼讲，敢有所咧？哥唔免讲话讲喷刀啦，要出门找无一套介意的，这书穿起来感觉无好看，搁来换别书。若牵刀以前的，就足固定的，就是安尼尔穿起来无代志。但是昆德呢，如果若是着重在外在的一切，就爱安怎穿安怎穿，才会衬托着我的水，我会安怎的话，你啊，咱一寡衫换了，讲，就规桶书啊，搁欠一领安尼啦，咱这要收敛呐，咱尤其你头拄仔准备讲的，外口呢的人安尼足够头毛啦安尼就安尼你甲安尼花红柳柳，有当时伫道场来讲起来，真的我们也要修炼啊。但是因为你心阁有这物件，为什么你一定爱？你保持你的原来，是搁较水嘛？迄是世俗的潮流，你若要对着潮流安尼走，你敢对得着？袂啦，对袂着啦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一定爱修炼，华家外事虚名，甲虚名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我来讲一个典故，就是讲一个和尚，伊就去甲一个冤家，化缘，迄冤家拢有钱的嘛，叫做冤家较早那当然呢，这个和尚呢，去到这个冤家因兜一下早要去到化缘化缘，结果迄个冤家无来。因为这使用言语甲报告的时阵伊讲无啦，结果迄个和尚就会坐伫遐等，
等甲下晡去就对了，哦，8点到5就对。哦，啊，这使用人当个啊，原话报道，原话呢，原话啊，哎呦，啥无伊要坏，无互伊，搁伫遐咧等呢。啊，这原话伊若有耐烦啊，就对啦吼。讲好啦好啦，摕着报死互伊啦。哦，啊，等到伊摕着报死了后呢，怎啊去扶伫迄个座，去伫伊对面一丛树仔下底，遐盘旋打坐，啊，目睭起钱放伫涂骹啦。哦，安尼啦吼。结果呢，拄好一个囡仔来时，看着涂骹有钱，怎啊甲迄钱摕去啦？哦，啊，伫即个时阵呢，即个神道看着安尼去甲因原话报告啦。伊讲哦，啊，这和尚嘛毋知安怎呢？哦，啊，钱互伊毋走，啊，伫咱的对面迄丛树骹吼，啊，伫遐目睭起，啊，钱放伫迄涂骹呢。哦，啊，结果原话想讲好啦，我出来看卖，看你这和尚是咧用啥？结果出来先看伊的钱去互迄个囡仔摕去啦。哦，啊，迄个原话伊就足生气嘛。哦，就问迄个和尚，讲啊，你甲我坏的，我无互你，你阁唔走？啊，我已经互你啊，你摕咧离开，啊，坐伫迄个所在，目睭放起。哦，啊，迄个钱阁互囡仔摕去。迄个和尚怎啊甲这个原话讲？原话，这吼目睭若光就是你的啦。吼，目睭若摕去，迄就毋是你的啦。安尼互我真讲安尼，咱有意会无？啊，咱讲会面临这事。哦，所以讲诶，哦，咱一定爱去体会，无信的实践真刚，哦，不求虚名，哦，我们不求虚名，外在的一切，哦，伫修行来讲起呢，哦，要安怎来提升咱的心性之外，外在的一切呢，其实它都是一个假象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爱心性用功夫，哦，君子之道，静怡，哦，静怡，哦，就讲修行。诶，君子呢，道，哦，啊，因为道是无形无相，哦，所以讲道是体，德是用，所以讲咧较早的皇帝，那如果是伊做了不好，叫做有道的明君；做了无好，叫做无道的昏君。无道就是无德啦，哦，有道的明君就是有德啦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要互咱下当较简单去了解，也就是咱修道，就是爱德啦，爱有内在的德性以及外在的德性。所以讲呢，即个德带当成就了我们。所以讲，君子之道呢，静怡。所以咱对有了建功立德呢，哦，这就是咱修行的根本吼。修道呢，哦，修办实德为基。精神为体，哦，咱爱有一个实德，啊，实德呢，就是咱爱去建造嘛，哦，这但是咱真正无的，哦，爱用真诚，哦，毋通心有感情有怨的，哦，啊，修甲安尼夹地的，哦，布施呢嘛心有感情有怨的，哦，所以咱爱有真诚啦，多甲少，你讲伫布施来讲，系多甲少，哦，在个人的能力啦，哦，无规定讲布施爱偌济。你若讲有困难，无布施敢会要紧？毋是布施钱咧成本呢？啊，若安尼拢好嘢人咧成本啦，啊，咱这无钱嘅人都免行啊，也不是要三思并行啊。方普华之道，修道最大嘅无种嘅，就是好名争功比雄。好名，你个济名要创，争功，该你嘅。对不对？该死就是死，该毋死就是毋死，毋是别人做你用这来。所以讲咧，是甲毋是，上天自然有公断。可是咱所做的，我们也不要去争功好名、比雄，上修了较好，上修了较歹，上较有功德力，上较袂行人功德力，上较有道人，上较袂道人，上较有咧参班，啥物人拢无爱参班。哦，啊，做甲安尼受气落地就对啦，安尼咧就过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嘅为虾米？因为伫这个所在，百年以后，一人一坑，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，
是安尼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人生有三光，第一有世光，一片世光，来就是一片风光。第三咧，一片火光，因为即摆拢火化嘛，火光啊，然后咧进塔，进来对，进来五行宫，安尼个人知啦，干那人知啦，所以讲咧，伫人生就安尼尔，还争吗？还比吗？还强势吗？咱若强势，人缘敢袂较好？袂较好啦咱咧讲的就是讲有一些其实像伫这个所在咧，咱爱用着温柔勇强。这是伫道场当中内底咧，咱爱有的氛围，嘛咱爱受道的所在，咱敢爱去建立。大家要共同去扶持这个。若无大家拢强势的话，安尼就定定咧相拍安尼教授道就敢若无伫理直气壮里面，你如果可以理直气和，你的意见敢有较悬？你的德性有没有较悬？伫平的你去用天气啦，但是你暗的你激情完，你敢知？理直气和嘛。我会当理直气壮，但是我不要，我理直气和，代表你内在的德性那一种的显露已经达到一个圆满。所以讲咧，甲咱讲自信就白福而可敬，自信若没啦外在的一切都是无法度的。咱爱安怎？咱爱学菩萨。菩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得离苦。菩萨心要有菩萨行，才能够成就菩萨。咱真要学的就是菩萨的精神。菩萨的精神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别人咧离苦嘛，就是等于咱离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外在的一切，那个是短暂的。我们要学习菩萨的修行，为自己嘛为别人。咱问上讲无要紧，你拢转去天道，我当然地较落，明早自己不要紧。你有咱修的，大家做伙手牵手转来，安尼敢好？好啦别讲互我转去，你就甘愿去地角落，因为地角无规定讲爱去嘛咱诸佛菩萨拢嘛讲咱手牵手来，嘛希望手牵手，要不要？转去啦，安尼。所以讲咧，法就是人欲，福就是天理。爱依业之行，不欲一心一无所有。那么爱依业之行，就是讲咱想要插花。爱插花咧，你当插水角，但是无水角咧，伊就烂去啊，伊就凋谢，因为安那伊无根，无根就是无根。伊袂当生大树，外在的一切好看尔，但是伊袂当。伊袂当互咱的自信能够回归倒转去，到最后不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讲咧，减法就是减欲，无实的就是修德。老师甲咱讲，见所庖福，消除寡欲。无实的修道方式，实对对来，行于中，行于为。只要咱的内心有妄不自欺，不虚为，念头正确，行于中，行于为。伫你的内底有妄不自欺，不虚为，念头端正，伫你的身言语所流行出来，我感觉迄种气质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伫咱的几15条来讲起来，为什么有真言的圣贤来修？